呢年6月，何進暗中派人喺河間用毒酒毒殺董太后之後，帶靈柩回京葬喺文陵。為咗避嫌，何進詐帝話病咗唔出嚟。師弟校尉袁紹面見何進話：張讓同段貴佢哋喺外面散布流言，話何將軍毒殺董太后，而且想謀反。如果呢時唔乘機誅殺宦官，後患無窮。原本竇武曾經想誅殺宦官，就係因為謀劃得唔夠機密，反而被殺。而家主公手下兄弟各位將士都英勇無比，如果用盡全力，大事會喺掌握之中。呢個係不可多得嘅好機會，千祈唔好喪失啊！何進猶豫話：等我再仔細諗下先。何進身邊張讓嘅心腹即刻密報俾張讓，張讓等人轉告何苗，又送咗好多嘅賄賂俾何苗。何苗入宮就報何太后話：大將軍輔助新軍之後，好唔仁慈，成日殺人，而家又無端端要殺十常侍，呢個係導致天下大亂嘅原因。何太后聽咗何苗嘅說話。《三國演義》系列宮廷鬥爭最後局勢第2集播放完畢，請訂閱收聽下一集廣播。